去年台湾的猫仔甲狗仔宠物登记的数量是超过23万只，这比出世红鸭仔13万人是加真多。不过，动物盘食品安全无亲像人咧食的有严格规范。今仔日到立法委员和专家学者开记者会，要推动宠物食品安全管理法。农业部表示，因也当咧规划，年底进前就会提出完整的草案。今年4月份，有民众伫面册社团打文，集齐家己的猫仔，因为食某品牌的饲料致使加血加过身，这饲宠物的民众真烦恼。5月份，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有民众提案制定宠物食品安全法规。即卖宠物食品并无严格法规规范，真侪民众拢靠对大品牌的信任感买饲料。会担心啦，就会看品牌。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到底安全不安全呢、对不对？只要是这个狗它吃出不要有毛病，然后不要说拉肚子啊、干嘛啦、毛病多就好了。有立法委员参专家学者召开记者会，要推动宠物食品安全管理法。立法委员指出，宠物食品无亲像人咧食的物件，有同款严格的规范。即马只靠动保法当中的3条条文做上低程度的规范。会有立专法规定宠物食品的成分含量标准、标示明确，而且要有抽检机制等等规范。现在的我们已经发现有很多的进口的饲料也添加了中药，饲料上面的一个表示或者是警语有没有让消费者了解来把关？以整体这样的一个管理，它事实上是相较食品而言是一个比较低度的一个管理。部里面事实上也只是说动保司这个地方要针对宠物食品来订定一个专法。农业部动保署表示，会定宠物食品专法，目前正在处理草案架构，估计年底进前通提出完整草案，参社会沟通。在立法进前会按照目前施行的动保法，在会使做的范围维护宠物安全。记者郭文正由台北报道。